各位教育界同工，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賽馬會有趣學中文第二語言教學系列嘅第3集。今集我哋會探討非華語學生嘅文化背景，佢點樣影響佢哋學習中文嘅歷程。重點包括3方面。第一，文化如何成為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嘅助力。第二，我哋睇下乜嘢叫做文化回應教學。第三，我哋睇下點樣設計教材同埋活動去落實文化回應教學，從而提升非華語幼兒嘅學習效能。首先係文化對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嘅幫助。相信大家都了解，學生嘅前備知識對學習新知識係有好大嘅幫助。所以老師喺備課時，第一個問題要問嘅就係學生已經具備咗啲乜嘢前備知識去學習新嘅主題內容。前備知識嘅考慮喺幼兒教育方面甚為重要，因此幼兒教育課程設計必須要結合學生嘅生活經驗。脫離咗佢哋嘅生活經驗，幼兒就冇辦法理解同埋掌握新知識。大家可以留意到，喺課堂上，老師只要介紹一啲新事物，幼兒往往會將呢啲事物連結返佢哋嘅生活。例如，教師教幼兒乘搭地鐵要有禮貌，幼兒好快就會分享佢哋自己乘搭地鐵嘅經驗。教師就會喺幼兒呢啲經驗之上，引導佢哋學習新嘅品德概念。而學生能夠將老師教嘅品德連結返佢哋自身嘅經歷，除咗容易明白之外，當佢哋再次乘搭地鐵嘅時候，又會諗起老師嘅教導，然後喺行為上實踐出嚟。由此可見，學生嘅生活經驗對佢哋學習有好大影響。相反，如果教師教授嘅內容，幼兒冇相關嘅前備知識，佢哋就好難明白。而我哋所講嘅幼兒生活經驗，就係幼兒嘅前備知識。但係唔同族裔嘅幼兒有唔同嘅成長背景，佢哋自細接受唔同嘅家庭教育，以及唔同嘅生活經歷。呢啲教育同經歷包括幼兒會有唔同嘅價值觀、行為舉止嘅標準、生活習慣同飲食喜好等，都係構成非華語幼兒嘅前備知識。教師喺接觸非華語幼兒之後，唔難發現佢哋同華語生之間嘅前備知識係各有不同。我哋明白喺課室入邊有唔同背景嘅學生，確實會為教學帶嚟挑戰。要解決呢啲問題，老師可以善用非華語幼兒嘅前備知識，引導佢哋學習新知識。亦即係話，我哋可以先了解非華語幼兒喺即將學習新課題入面，佢哋已經具備邊啲生活經驗。我哋就可以喺呢啲生活經驗基礎上，教導佢哋學習新知識。呢個就係文化回應教學 （Cultural Responsive Teaching）。喺說明文化回應教學嘅理念之前，我哋可以分辨一下同文化教學相關嘅概念，因為好多人都會混淆文化回應教學同多元文化教育呢兩個概念。首先，多元文化教育嘅目的係為咗令唔同文化背景嘅人可以認識彼此嘅文化價值、生活習慣等，藉此提升大家嘅了解，進而互相尊重、互相欣賞，最後建造出和諧共融嘅社會。學校喺進行多元文化教育時，會邀請唔同文化背景嘅家長嚟介紹佢哋嘅食物，又或者請幼兒穿上自己民族嘅服飾。呢種活動嘅目的係為咗讓幼兒了解唔同嘅文化，互相了解，彼此欣賞。而文化回應教學嘅目的同了解彼此文化無關，佢嘅重點係教師要善用幼兒嘅生活經驗，結合佢哋嘅前備知識，設計教材同教學活動，藉此幫助學生更容易理解同掌握新知識，提升學與教嘅效能。大家明白咗呢兩個概念嘅分別之後，我哋可以用例子嚟說明文化回應教學嘅概念。例如，農曆新年呢個主題
相信絕大部分幼稚園老師都教過。如果冇運用文化回應教學嘅方法，我哋會直接教導非華語幼兒有關過農曆年嘅相關內容，例如會教拜年用語、過年活動、食物同埋全盒等等。但非華語學生未必能夠將中國過年呢個概念同自己民族過年嘅經歷連結起嚟。其實每一個國家民族都有自己過年嘅方式、文化同習俗，呢啲就係佢哋嘅文化知識庫，亦即係非華語幼兒嘅文化生活。英文叫做 Fun of Knowledge。教師可以先了解幼兒嘅背景，大概知道佢哋國家過年嘅活動、食物、習俗之後，就可以用對比教學法，先展示非華語幼兒過年嘅祝福語，再帶入我哋中國人過年嘅祝福語，之後可以展示同對比食物，又可以敘述佢哋嘅過年故事，再介紹中國過年嘅小故事。呢種教學設計同安排係有意識咁參考非華語幼兒嘅文化生活，亦即係佢哋文化知識庫，作為前備知識，藉此教導新知識，即係同中國過年有關嘅語言知識。呢種就係文化回應教學法。當然，教學法係多樣化嘅，教師可以喺常用嘅教學法入邊加入回應文化嘅元素。最基本嘅原則係喺設計教學法時，有意識地了解學生嘅生活，再將新知識透過活動、講解、遊戲等方法，連結返非華語幼兒嘅生活經驗，幫助佢哋更有效地學習。以下我哋請陳老師以具體嘅圖書教案嚟展示同說明文化回應教學點樣喺課堂上實踐。大家好，我係陳老師。以啱啱提及過嘅中國農曆新年例子為例，就係以食物為例㗎啦。而喺 K1 嘅文本故事圖書旅行入面，故事提及到唔同民族代表嘅食物，中國嘅炒飯同餃子，泰國嘅烤雞，巴基斯坦嘅咖喱雜菜，印度嘅薄餅，同埋菲律賓嘅芒果。透過介紹食物，非華語學生可以由自己家鄉嘅食物開始，學習食物嘅中文名稱，即係由已有知識出發去學中文。除咗食物名稱之外，亦會學習進食時用嘅餐具，例如叉、匙羹，同埋食用嘅方式，例如食同埋飲。呢啲內容都係由非華語幼兒嘅生活經驗同前備知識出發，再延伸到文化回應教學，從而學習中文，甚至進一步了解中國文化。喺教學流程建立概念方面，建議邀請非華語家長或者教學助理示範製作薄餅或者其他家鄉食物。非華語學生能夠喺家長或者教學助理嘅協助下，介紹民族特色食物。除咗增強多元文化共融、親子關係、自信心之外，亦都係實行文化回應教學嘅方法。透過自身民族文化開展，配合相關嘅生活經驗，比較其他民族文化，從而學習中文。呢啲活動可以包括食材、製作過程、烹調方法、餐具或者食用嘅方法、用餐禮儀等等，充分展示文化回應嘅元素。喺提取心理詞彙方面，可以請家長同埋幼兒一齊預備幼兒同家人進食嘅相片，並且帶回學校分享。原則同介紹民族特色食物嘅活動相似，由老師引導，提問幼兒有關進食嘅情況，從而喚起非華語幼兒相關嘅前備知識，鞏固心理詞彙，增強幼兒嘅聽講能力，有利幼兒學習相關嘅中文內容。喺句式學習活動中，會向幼兒介紹唔同嘅餐具名稱、特徵同埋用法，例如筷子、湯匙同埋叉。模擬活動亦都建議老師佈置家庭角，放置唔同嘅餐具、民族服裝等等。幼兒可以模擬用餐嘅情況，介紹民族嘅飲食文化。呢啲活動都符合文化回應嘅教育學元素。除咗呢一本文本故事書之外，
其他文本故事都設計咗唔同形式嘅文化回應教學元素，當中包括邀請家長到校分享、幼兒搜集同其他民族相關嘅學習材料，包括影片、圖片、相片、繪畫或者實物，以及佈置模擬角等等。總括而言，文化回應教學係強調教師要了解學生嘅文化背景，善用佢哋嘅生活經驗，設計貼近佢哋嘅教材同埋活動，提升佢哋理解同語言嘅能力。透過文化回應教學，唔單止可以幫助非華語學生更容易掌握中文，仲可以增加佢哋對學習嘅信心同埋投入。下一集我哋將會探討如何能有效提升非華語幼兒嘅語文能力。我哋下一集再見。